淡的。嘿呀，阿公那时候，在2016年呐，就身体就不是很好了。当初快要做好的时候，然后他就过世了。那位阿嫂，那位阿姑，阿姑来，英国呀，啊，谁在阿姑哦？姑阿嫂哎。哦，阿嫂较不说啦。喂。三姑娘啊，创啊，心无开哟，无通过的心脏，闹热打擂台，闹热冲下来。今日强劲，部落用你姊妹大家好哈。那今本日6强积分赛第2礼拜啦，介绍评审欣赏哦。6个你欣赏，7个你欣赏。总飞欣赏，有色去欣赏。比赛之前帮大家先强壮一下。哦，唐空给米来耶，哦哟。哦，这个真的是俺的客家街哈，猜歌姬人物啊，我们客家的铁肺歌姬啊。他何止铁肺啊？哇，那个钢肺哈。他那个5斤呐，什么？对啊，他真的太厉害了啦！尤其唐给先从国哎哈，真的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多少人能够跟他比拟。真的。莫记啥呀？他一站上来就感觉很理所当然。哎呦，他一开口也很理所当然。哎呦，他无论怎么样都很理所当然。哦，对对对。即使素颜在电梯碰到我们吓到，他也理所当然。不管他长得如何，都是理所当然。都是理所当然。因为他就是吉娜冠子。好，嘿，我认为他应该是吉娜同志。唐毅创一条后堂的歌，理所当然来。总係會帶來到希望，理所當然簡單的話，佢唔係自然語言，因為愛故所長並影響。Sweetheart 好，客家甜心啊！
吉娜好，好好，我是吉娜同志，你好。那我们的新人哈，我们跟海这的一个新人哈，汤以先从国，感觉我好像还身在美国一样。真给哦。哦，这首真的好听到理所当然。我觉得这张真的要回去要好好的这个聆听欣赏。而且它的那个设计啊，好童趣哦，好有吉娜的一个风格哦。刚刚收到的时候，公都一奇怪啊，没有爱变的落，爱变啊，好吃的落，哎呀，如果是吉娜的喜饼啊，挺好了，终于嫁出去了，不简单呐！哎呀，唔系嫁唔出去，迄个嘛梦想去嫁，好冇？哦，不好意思，对呀，那小孤独主义哎呀，没有，就是跟童子一起。他今天开始改名了，对名，不能迄关的俩升级会痛。啊，对，好。哎，我觉得你这个型哦，在我们客家界是独一无二哦，没有，应该可以，应该说型什么型？外表还是？没，不是外形，我是都是也个中国的那种感觉，风格，在客家界没有嘛。其实，在目前应该没有，歌唱界也之后也找不到了，对不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独一无二，你的天下哎啊。谢谢。你好好说一下你这张专辑吧。对，介绍一下。两种专辑呢，理所当然，都理所当然。就是，其实这个专辑设计的部分很特别，有爱有共嘛，就会冲很像一个绘本。对。我们给梁史这些熊共要把它做的很童趣啊，有我们底部的狗诶，其实它是还蛮有情动某用个情感啊，当然就是可能也有生离也有死别各种的情感在里面。嘿啊。啊，像两摆个，你个同名专辑，有一首条啊有冲嘛，理所当然两条歌的，跟梁史下两条歌，迄因为读到一条，迄清风一个事情。本身。心情较低潮的时间。你也会不舒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没啦，喂，没啦，讲笑。冇啦，就会读到一条事情，本来去甲反向啊去甲。有时是对披萨做一条事情，会吃到非常的理所当然，就是可能你个我们的父母啊、兄弟姐妹还是亲人，他们对我们做的牺牲。那我们有时是你就会吃到，给理所当然，应该会对俺安好啊。不过其实唔系理所当然。唔错嘞，大错特错。他觉得他对你有情感，他才会对你做出这样的牺牲。给俺反向以后下个狗诶，理所当然两条狗。所以啊，杜峰杨淑仪嘅蛮嘢咯。就是爱。啊？杨不明。杨不明，系啊。所有的歌曲。也是所有10条歌的大部分全部都词曲创作呢。系啊。本身你不过你会编曲，厉害的是编曲。没有，我觉得你本身词曲也写得非常的好。什么？所以里面的那些人物啊，我们现在看到绘本里面的那些人物。其实俩黑像有一个国外的童话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啊，两百领乐团跟成员就是有在里面都有化身为一个角色。哦，那你的角色是？导演就黑爱丽丝啊，底部对我弄阿吉斯，阿吉斯没做的啦吼，吉斯就会连面书当狗有下俩4条狗会串联起来给一只故事。故事大家迄有兴趣做的去你个面书当狗看一下。好啊，我一听我也看啊，真有兴趣。我看明年金曲奖应该非你莫属，而且拿的理所当然。是今年。对，所以你是去年的。对，你已经预言了。对，你已经预言了吗？谢谢。用压张来呢。上次我记得好像也是罗哥帮我预言的，结果就没有中。所以那一次好像也是我。那一次也是我颁奖的嘛，对不对？对。结果我是颁给二本猫。对。没有，我们跟二本猫也是好朋友，好朋友。给勇士人家爹腿下嘛哈。当然哦，我坐在草东的后面。没拍。那天镜头一直 take 到我，你不知道。因为你太明显了。你不 take 你不行啊，一定会扫到你。你太明显了，怎么会扫得掉？哎呦，够没黑啦。对啊，不会啦，今年一定会理所当然拿到。是梦，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的啦，对吗？什么？真的，大家学习一下好不好？哦，真的，大家好，观众朋友真的火支持啊！支持一下，支持你，理所当然的事，什么大家？太棒了，好喜欢他哦。对，从比赛这样子，现在当了一个发片的歌手，对不对？现在准备要拿金曲奖了。哦，但是今天哈，要成为我们的客座的评审，好，给你的那个学弟妹啊一些鼓励啊，加油，通通
第一名，唱我的，没话说，第一名。唱第全部都要滚着皮回家了。好啦，谢谢，希望你的专辑能够受到大家的关注，谢谢。积分赛比赛规则，大礼拜有无同样的主题，参赛者7家选过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赢冠军的比赛。好了，安雅这堂头后堂的歌曲哈，对，这开始比赛。好，比赛之前讲下评分的规则啦，哈。面对现实啦哈。好，叔公，国立老师。叔公啊。大家好。今日主题呢是一战成名曲。意思就是讲咧，猜出个每位参赛者，那套一首认为最可以代表自家、最能够表现自家特色的一首歌曲。透过这首歌曲，人嘅歌声呢，包括人嘅想法，或者讲人嘅感情，或者讲人嘅故事，透过歌声传递俾每一位听唱歌嘅人，做到一点，你就成功啊！好，加油！好。希望大家做成功哈。来，有请 TV 参赛朋友。李维伦带来平衡线。看下啊。今晡日嘅第一站，我帶來嘅係由小琪先生嘅《平行線》，我一出主動喜歡小琪先生嘅作品，唱之前有唱《胡年華》，也係莊重音。今晡日嘅《平行線》啊，對我嚟講，咪係一個動態嘅挑戰哦。希望今晡日會有更好嘅表現，加油！温情一张梦，一份爱含在心中。虽然有万年千年，自问自甘于别来无恙，情断了，心碎了。爱成空，无影无踪。曾经的求梦曾情，只留遗憾，痛彻心扉。爱老你像远航的两条线，爱定到爱你怎爱恋。深夜，阮思念，情系电，系毋系前世注定一生无言？爱老你像远航的两条线，只存在生一个的最后一面，一个天。一个天，永远前世情，今生结缘。爱到你像远航的两条线，爱定到难以怎爱恋，深夜阮思念。情系电，会毋会前世注定一生无言？爱老你像远航的两条线，只存在生一个的最后一面，一个天，一个天，永远。前世情，今生结缘。今日安尼词曲作者要有啲现场哦，敢唱夹歌的啊！哎呀，听说你唱歌唱到有粉丝来嘞。
哦，嘿，因为俺呀迄套台学做事，个人你台学底部有那个警察驻警队，有一摆俺一开飞，个有人讲，哎，转来，迄个转来，那就夜就看到俺办公室嘅前面吼，就起等一只警察咧，想哎呦做嘛，办个事情，哦，结果吼，没像个韩国艺人用啊那种，喂，有吗？没，其實係未見狀啊，想講，哎呦，有冇警察嚟潛嘅安尼？叫我記住講，哎呦，美倫，佢講合法，我都想到，哎呦，頭內看到啊啲咧，佢講係要看比賽哦，安尼就講，大概10就有看。我以為你剛剛違規還是幹嘛？冇啦，我就佢講，哦，可能從得一接從從有小期先生嘅歌曲安尼，蛤蟆歌哦，其實一首。一喜歡小期先生，隔壁警察先生佢也有看咱的節目哦。改天邀一下那個警察朋友來我們現場嘛。有，我們沒喜歡唱歌誒。對呀，之前沒有一筆也是國道公路局，好像造橋分局的一個朋友哦，警察同仁。花蓮人，花蓮人那是另外一個，之前有一個更早之前。啊，真的嗎？更早之前，也是警察同仁來比賽的，董偉聰啊。好哦。哎，那你之前木卡唔啲來比賽嘛？一下啲嘛？一下啲咧？啲啊。有開心嗎？還蠻開心的，因為過年的時節轉去，我想講有啲人唔啲啦，我想講隻小秘密啊，講我老太教來分享，伊講唔啲，我啲咧，應該啲咧，其實就用乜啲，因為講我今晚你阿伯就講有頭天師好啊，哦，對啊，所以比較多，好啦，安尼一條歌會衝突了哈，唐先生來公平下嚟咧。哎，郭立老師請。比如一直以來在比賽當中，唐聰小傑老師嘅歌。基本上冇乜太問題啦，哈。除非一定要建議本人就講，第一個你今面上稍微聲音髒髒的哈，還沒有其他演員沒有那麼之前印象中那麼清亮，要聽一點就講你從嗰啲還沒前世注定精神某演，可以用你擺一點想法去唱，做了一個小改變，對不對？有創意是好的，但是你既然要做，你就讓佢做好了。某演的話是你把它唱得有點歪掉了。就會讓人聽出來這個創意是不足的，不會加分，反而會擔心會被扣分。要點出較大聲，假使講你今天不要有那個創意，你就順順穩穩的照你偉倫的唱法把它唱完，我相信分數一定會更高。不過我今天給你的分數也算是 OK 的，好，這個方向走是很對，對你來說，加油哈，加油。我要請問一下尤兆麒老師。那個偉倫哈，其實哈，對你一上台咧，幾隻嘅感覺哈，你的形象，從畫面看起來，能表達感情的部分，其實很完整啊。不過今日可能被吉娜我們的學姐害到，因為你一上來的聲音就縮掉了。然後還有聽一點，你今天改了2段的部分，想要把它拉高音嘛，做了一個轉音的部分，其實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嗎？你不太敢拼。所以他用機的 pitch 全部冇到，就這非常可惜啊！剛剛慧茹老師講我說，哎，對呀，基本功來吧，今天才用了6、7分嘞，所以是不是人家最近那田一編發好，那黑龍冇乜按後，也係講真的被我們吉娜壓力太大了，也係講這個進入6強哈，那部分啊有 update， 因為畢竟現在基本上情歌那部分啊對你來講詮釋是很好的，粉絲會懂過，但今天的表現啊感覺沒有達到平常的水準，對那部分可特別注意一下啦哈。來繼續加油，什麼？好，按住先，好，你快看下嗰本書哈。係李維倫那本書。哎呦，第一場的分數啊，能摸一後哦。真的哎。那繼續加油，還有5禮拜，好嗎？好，加油！好，行，好，回頭休息。好了，收下了。總浩宇帶來總威總。剛吉娜說她很喜歡你的聲音呢。沒有，真的啊。真的。是啊。是哈。台上演繹3分鐘。唱一下莊慧茹老師。可能金妹衝的好猛。好，靜媛姐，我覺得金妹唱得很好。
原本你硬创个歌曲喺球练咧仲每种，其實你比賽下啦，硬創個歌曲如果球練咧歌嘅多一次，唔過一條歌嘅團之前都冇向用我，希望原本你可以有更好嘅表現俾大家睇到，謝謝。日走3天晚，天烟熬杯的亮光，坐在富强阿婆宫，门前风提起莲筒，山山水水。小林，一条溪水清黑阿妹冲往，山背有山总袂走，山背村中唔懂自家种。大金灯站高亮光，翻过亮光有村庄，天金阿妹高连头，人家妹在其中，自家种嘅阿妹在。心上，总不有种有年风，无人伫咧山背的内容，有呀有呀自家种，眼泪送苦老师有得讲。山灯看夕阳。越唱越渐入佳境。哎呦，怎么了？拔不起来是不是？还有啊，还有啊，清准，还有准啊，用不准，哇，怎么了？哦，清讲，你应该要骄傲才对，真的吗？对，为什么你知道吗？秋林哦，其实他得了金曲奖，在客家界说真的，可能有一些人知道，大部分人不认识他。因为唔直接创夹歌的，也哈秋林，哎呦我有唱歌啊。给做个老年大擂台，给有一个大要创夹歌的，嘿，松板的呀，松板的。所以秋林应该要感谢你，帮他打知名。以前喺歌曲今后堂，真的哈。哎呀，未来你们可能可以合作一下。你创夹歌也非常会适合吧？对，刚吉娜说她很喜欢你的声音呢。哎呦，真的啊。真的。是啊。是哈。那吉娜老师，你听了有什么感想？有冇嘅感想吗？我知道给他嗓音有一种声线很特别，有点沧桑。啊，佢嘅高音应该算係还蛮饱满的。
哦，鼓手爱吃豆给他嗓音，算起来唱秋玲的歌应该很适合。两条狗有的会唱就是在故乡的那种感觉。不过有场时你冲过吼，就会讲一个故事啦。当然有一点点可能也是因为音不会开更重呀，用半音，可能它有一些尾音的部分，例如说看夕阳，看，用满冲。看夕阳，看夕阳，你可能会唱看夕阳。可是呢，因为唱歌它要就是有时候你不能让那个不你的嘿呀一下子走台的，你要把它 hold 住，可能嘿看夕阳，可能要用就是把那个气氛保留起来，不要不你的嘿一下子走台的。不过有场是定中就会用。谢谢吉娜老师哈。好，这位老师。刚刚罗太哥讲的当好，爱吃豆好以唱歌会越来越渐入佳境。对我来讲，因为你唱秋莲的歌曲都要按多数，我会觉得中规中矩。我爱当戏份踢一团唱的主歌，那个是有我爱吃豆有铺陈，然后都副歌时间，我觉得就听到你的张力。初中吉娜老师讲我觉得你的声线就已经表现出你的情感的部分呢，不是太多。接下来你要做的，你做的这个 talk 秋莲的歌曲，不过你这个多一些的你自己的个性，还有你自己的想法的里边度。譬如讲吉娜老师说的细节的部分，你一定要做到，因为一听其实听得出来。那当我们听大概来说都会懂后，不过你要是再仔细听一点，你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做好，音准啊，或是你只是模仿。我不是模仿大赛，我看到好意啲艺术歌曲你有手法嘛。你有自己的故事在里边度吗？譬如讲，你发一种闪点发，你有画过吗？你不是唱完就好了，没有画过，你要让我说服我，让我知道你有发过一种闪点发，我就有画面了。不然我只是听到你就是用你的声音，用你的天分在唱歌，我觉得我知道少了一些灵魂，你自己好意的东西，你专心想一下，不管爱念。不管爱手法歌詞，也係歌曲，我知道你係撒下來做功課，好冇？加油！好，很棒的建議啊！好，加油！來看一下兩個分數。總好嘢分數。90分，好，加油！還有5禮拜，期待下禮拜哦。好，快做休息。好嘞，撒下來。邱金燕帶來人生舞台。來，哇，看看來。大家好，我是邱金燕。之前我有唱過這首歌在外面比賽，然後現在又把這首歌拿來比賽，其實猶豫很久。不過我現在已經做好充分的練習。這首歌應該大家聽到的都比較多男生的版本，希望我今天的演唱可以呈現出不一樣的人生舞台。謝謝。
讲真的哈，你按导安尼新的流行歌曲当中，冲击之下，用传统的歌冲到火啊，他听起来好舒服哦，他很有他的风格，你马有一些自信，他就是他。今天就是好像一个舞台上的巨星一样。唐空亚叔狗位和女神副腿有一版体验大型的舞台，表现的不是很好啊，因为没得名。哦，有突锤吗？还是没有？更用要小心很紧张哦，就唱得不好。去年在那个音乐节哦，音乐节哦，那是很大的一个节日哎，要去冲亚叔狗哎。所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就这样哦。没有是我就不要，不要。那首歌不适合你唱啊，这首歌。对不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蛮喜欢的。蛮喜欢。哦，适合你，但是你也表现到不是很理想就对了，重新再拿来冲100。好。好啊，谈一下庄慧茹老师。可能今天冲的好猛。好，静妍姐，我觉得今天唱得很好。对，其实我每一次当你冲狗给师姐，我都觉得你非常的稳定。今天只有一个就是，一步登天，这两句的就是2遍歌的最后一句都有一点点小瑕疵。真的要严格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想要跟伟伦跟浩宇给你们一点个建议。那因为刚才我没有说，但是我想你们可以学习静媛姐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是稳定的。今天你们2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稳，拍子都不好。好，今天我讲伟伦，我扣的比较多的是因为你今天的拍子跟你的换气是你今天最大的问题。那至于浩宇，我很想说，你看刚才静媛姐站上来，你会发现她在唱这个歌，虽然这个歌有一点点也是励志或什么，可是它是稳定的，不会因为励志然后就整个人浮在上面，它是稳定。今天给你冲狗给师姐，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稳定。你觉得这个歌在沧桑当中去行走，可是你的心其实没有定下来。所以说唱歌的时候就浮在上面，而且耳朵要像静媛姐一样，拍子听得稳稳的，你的耳朵一定要听着嗨嗨的拍子，才不会抢拍。好，所以我觉得静媛姐继续加油，我非常欣赏听你唱歌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那每一次的尾音的时候，就稍微再 hold 得更好一点，我相信会更棒。加油！好，谢谢。好，那就分享分数喽。好，来，你今年的分数。谢谢。91分，目前请9分哦。好，加油，还有1礼拜好吗？加油！好，谢谢歌后啊，歌后，哇，好有那个气势啊。哇，好，接下来狗子场带来衰唔得。衰唔得是有嘅啊，衰唔得。今晡日爱唱的歌曲是衰唔得，第一摆听到耶稣歌曲是伫花莲嘅跨年晚会，佢是一个吉拿来表演。佢嘅歌曲听起弹起来是也蛮轻松，实在练习起来是无按简单。今晡日尤其吉拿有啲现场，真紧爱，加油！哦，爱呀夜空发发牵引啊一重门，哦，想到走暗不空一共那款天呀，哦，呀风车一呀给跳那么，我飘了一阵清风哦，爱给面风风。哦，相愛每日做地痛愛做眼朦朧。哦，花都在身上有的愛用的歌。哦，你可愛的眼光愛不來，總有真正情你哦，本愛給心給跳。孤孤心是嘅愛。相擁你胸海，黑空一片本愛來照顧你久久匆匆，真心有個痛一走盼。
我无做啥啥就袂看到那个身影。我你浅浅的笑容都在我心肝肚。我陪天梦共有一夜，不爱孤独难耐哦，选择烦躁更爱。孤独是更爱。相爱容易强下，会讲已经不爱来走，故意久久匆匆，真心用个同意走开。我无做啥啥就袂看到那个身影。我你浅浅的笑容都在我心肝肚。我陪天梦共有一夜，不爱孤独难耐哦，选择烦躁更爱，选择戆戆更爱，选择相依更爱。郭子尚，今天让我向我献一条歌哎，你知道他会来吗？不知道。这个命运就是这么的。这不知道，那怎么这么刚好啊？你做线都夹过其實應該是唐豆老師從過去的花蓮嘅跨年晚會。哦，你有去啊？因為我在花蓮讀書嘛，去年還是前年。你就去跨年。對，然後說，哎，原來客家歌可以這樣唱哦。很厲害，客家歌很多很好聽，真的啊。尤其這一些新的創作者出來，像從羅國立老師、尤少奇老師這一輩的這些出來以後，哇，這歌都真的，流行歌曲真的好好聽，好豐富哦。是，各式各樣的曲風都有，真的好會選歌。難怪他一來的時候看到吉娜就會緊張嘛？啊，會緊張嗎？該怎麼辦？換歌還來得及嗎？那吉娜老師今日創演一條歌，創咗樣版，知道？我吃到飛蟲山調很厲害，因為吼，我兩條歌的本來係唱迄雷鬼的節奏，其實它比較鬆的，然後可能也是比較有斷句的那種，他把它改成像 R&B 這種唱法，我覺得然後一種風味，另外一種風味，我覺得很棒。不過就會頭前看到兩下哦，可能大家可能也是真的會緊張。不過我希望他自己做的記得一件事情哦，就是你上了舞台之後，就只有你自己，這就是你的舞台。不過你在比賽呀，還在表演的時候都一樣，就是我們要有意識到，這是我們自己一個人的舞台。鼓手嘛，你要本起個心靜下來，就會好好的做好你的表演。假使講給家唱的比較 R&B 的方式，對，那如果用雷鬼的方式來呈現呢？雷鬼佢嘅節奏係比較斷的，然後它是很鬆的，然後可能示範的。那想聽啊，小天老師來麻煩一下。key 一樣嗎？哦 ，key 有變啊。key 不一樣。你還洶湧一條歌嗎？我愛呀嘅講爸爸，且意愛嘅充滿。我想我的，其他又唔記得。來吧，有歌詞啊。有歌詞。夜風吹呀嘅跳那麼飄了一陣情憂，愛愛嘅臉風風。還會唱嗎？陪你走來同我做夢，發到最順曬要唔地愛用的講，你看愛的眼光暗不內，就要真正自由，我愛的心境真的也不一樣。馬子卡來的，馬子卡。因為它其實還是有一點我們女性的溫柔在裡面。有啦，知道你是女生啦。很想叫你安。謝謝哦。現在是輪到來蛤蟆老師。不錯，你趕快瘋啊！志成哦，
我跟你讲哈，第一点就讲，今天你才花了6、7分的功力来创两首歌诶，有压力。第一点就有几点就讲，第一点就讲，你的 key 定得太低了，而且你的 key 定得太低，而且我跟你讲，你现在花了6、7分功力来唱这首歌，我讲这种，你最少人家出歌最少还要升，最少半音到1音。就我刚刚听你的声线，应该是1个全音是最刚好，那首歌冲起来才会有 feel。刚才讲你慢慢你还在改变这样风格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你要先考虑一下，你在中高频那部分哈，才是你真正实力发挥。你刚才完全都没有发挥，不过还好，你刚才拍子各方面稳定度都还做对，某一发哦，你可能这个没有改的成功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扣更多的分。加油哈！好，谢谢。谢谢，好，可以看2个分数。好，果汁厂的分数。欢迎一下你的好朋友。好，大提琴手。介绍一下啊。他是我的御用大提琴手张岩。对。伤啊伤了心，就开啊开了心。听把看到朋友是李思这种吼，撒娇的样子。对啊，你冇撒娇啦哈。按路咧撒娇像老妖精一样。老妖精啊！果汁厂的分数。谢谢老师。很棒啊！讲到这样子，好像哇，没有他，如果是他今天拿6、7分，那如果今天把8分、9分拿出来，那他们吓死，我们就满分，对不对？对啊。好，加油！好，谢谢。来，撒来。王一涵带来本节噶。好，来，等我来。Hello， 大家好，我係韓。今年我選一首非常有意義嘅歌曲，係我第一擺創作嘅客家歌曲。希望經過2擺嘅挑戰，我做得更有動力繼續寫客家歌曲。我要帶來我嘅音樂武器，希望今本年我做得呈現最好嘅表現俾大家。
情该要相信爱的童年，单纯的身份，爱会比过最人的选择，让走的困到一条，爱会行过最大的路口，让走的之前走，就算真爱乞讨，就算真爱已散。爱面对嘅，愛愛比過最人嘅心跳，讓走的困當一條，愛會感到最大嘅路口，讓走的之前走。哇，好好听哦。好，这是，哇，鸦雀无声呢。 Hello，对呀，又很安静啊。是睡着了吗？在想听这样，有一点。啊，好听哦。对对。好听到陶醉在里面了哦。对，来欢迎一下你的好朋友。好，大提琴手。介绍一下啊。他是我的御用大提琴手张元，对。御用。我们当歌手当了30几年了哈。对啊。我还没有说所谓什么御用的什么。我们都共用。谢谢你们让我们共用。对啊，分享。御用。哇。因为他本来都是拉古典音乐，长得也很古典。然后我找他来，就是配我的这首歌，所以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流行音乐，用大提琴。之前都是在一些古典音乐比较多，对，是第一次，感想如何？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哦。喜欢吗？还蛮喜欢的。你应该不会讲客家话哈？不会。不会。那你这样听了一下我们客家歌曲，好不好听？有学几句。有写几句，还记得吗？骂人的，对。用大提琴来呈现一下，好不好？那你学了什么？是爆魔。哦。是爆雷。是爆雷啊。你有多少会教他一下，对不对？对，我都会渲染一下，就在我身边朋友们就教他们几句，哦，那蛮酷的哦。突然这样聊天聊一聊，冲出一句客家话，哦，酷啊！哦，那条歌也是你自己创作的。系T拜创作嘅客家歌曲。佢讲佢一条歌嘅无战不胜。又有御用又比赛不胜。老比赛给他创造一条歌嘅，一定都有很好的成绩。哦，所以这首歌是在什么时候情况下写好的？就是半夜，然后那时候是大3要升大4，未来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唔睇的时间，很茫然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写的歌。哦，对，所以你看，当个大提琴加进来有，是整首歌变更酸呢，好听，好来，非常好的。唐欣赏的公平啊，那边国立老师，国立老师来。东方戏有看到原汁原味的黄雨涵哦，雨涵，我想问一下，去年个桃园客家音乐节是这首歌吗？对，是嘛哈，所以提琴手也是他嘛哈。对，去年桃园客家音乐节创作组冠军黄雨涵唱这首歌《本气感》哈，我是那时候的评审，所以很棒，原汁原味重现的哈。你唱这歌跟去年我听的时候完全一样，
你给我的画面很多，我光听你的歌，看你的歌词，我就知道说那个 MV 如果要拍的话会怎么样拍，就是很直接的给我那个画面，画面也是个很强的说服力哈。这一点做到呢，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透过你的歌声，把你想要的想法传递给听歌的人，好，这一点你做到了。那我今天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就是说你在唱整首歌最高音的地方，最太个 Ruhel 两个是整首歌的这些高音嘛哈，你的气虚掉了，倒不是你的气不够，而是你的气分配不均，所以造成了你的声音很紧，然后有一点点分叉的声音出来。这是这一点今天比较可惜的地方，要不然这首歌我觉得基本上拿掉这个缺点的话，也没有什么缺点可以挑了啦。这个建议给你哈，好，加油，谢谢。真的没什么缺点，零缺点。来，这位老师，火大老师，刚刚老师讲的缺点也好，优点也好，我觉得都讲得非常非常好。我还要讲的是，你一直以来我是自由生中的自由生，除了天分唱歌之外，那本来你嘛该。虽然刚刚国立老师讲，原汁原味，去年安尼唱，今年安尼唱，但是对我来讲，我要求的雨涵，我就觉得你没有进步，我就会觉得你没有给我雨涵喊啊进步，他抖的嘛该，不管是情感，不管是技巧，不管是你创作也好，我希望你啊后背5场礼拜比赛代表，我这个看到冇坑爱你，好冇？我就不只是要看到有天分的雨涵，因为我觉得那个基本分已经在了，我希望做在短短的时间，分一点的压力，我们再激发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好吗？好，加油！相信你做得到。哇，这位老师好严格。对呀，一下要这样，一下要那样。这已经是完美了，还要。对啊，都把最大只的都端来了。还有比这更大只的。对。下次有吗？有吗？你有吗？去练一下，快点，准备一下。好啦，我们来看一下雨涵的分数哈。王雨涵的分数。好，恭喜这是啥？加油！什么？也谢谢御用的张岩老师哈，张老师哈，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来介绍下一位参赛者，好不好？嘿，来。赖文竹，係嘛？係賴文竹帶來阿福歌。對，聽我啦。那首歌嘅係第一首我自家創作嘅客家歌曲，係寫俾我阿公嘅。啲我寫題嘅時節，阿公就過身嘅，冇機會來聽到。當感謝當日搭擂台一隻舞台，俾我來唱出對阿公嘅思念。耶稣歌的爱送本爱阿公阿婆，祖孙的嘅心情爱唱本汤，虽然也下有自家的生活，也唔会忘听也着的声，细细嘅时间。来点点的多汤下，汤点阿公来显的哥哥记，有时看起天埋都天风顺水，轻点树东风的铃铃铃，阿佛歌阿佛颂，数片数。航到天东岸，看水通景的有太梦，强吹上都有江落，安阳的你的东河，阿佛歌，阿佛颂，一声音留在后面上。也都终于成功。
献子孙的福气和生命，很爱做爷的为孙的好梦。阿佛哥，阿佛娑，数天数，行到天东翁，看水通根的牛太毛，枪吹上多有江河，阿娘的你的东河，阿佛哥，阿佛娑，一声音，牛灯后面上。也都终于成功，献子孙的福气和生命，很爱做爷的为孙的好梦。主持人好。你迄条动有画面的歌的吼。对啊，这个写淡淡的啊。嘿呀，悠悠的。就写给阿公的歌诶。对呀。阿公哦。记得之前来比赛歌有唱过那条歌呀哈。嘿呀，有清唱啊，有做后诶，就想要谢谢这个舞台给我表现的机会。对，里面在描述什么？阿公。阿佛哥是个阿公。阿公。对，就是阿公那时候，在2016年呐，就身体就不是很好了，对啊，然后在他，讲哈发，因为讲英文嘛，就会都那个医院的时候啦，来来去去啊，就想讲有那个有感而发，就想要同意公安的发啦，对，然后就当初快要做好的时候，然后他就过世了。对，所以就他大宋啦，没有唱给他听到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就借由希望，系啊。本身敢要学音乐出身的？唔系。那你怎么创作这首歌？就4叉爱44的，那就安尼。哦，溜起来呢哈。你看这有天分哦，这个很奇怪哦。哦，以前很多词曲创作开很远呢。才有办法完成一首旋律。工作的时候，一首歌10分钟而已啊。没有，他想很久，可能要从台北这样开到高雄。2个月啦，这首歌。要开2个月哦。对，开了2个月才做好。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好，来唐亚欣赏的公平。慧茹老师。是哇，文竹我觉得很开心哦，董凡毅唐都。那么多你们年轻歌手，你们自己的创作，我觉得很感动。对，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真的是要给你鼓励。谢谢。好，那在唱歌的部分呢，好，一开口哈，没有下到这个拍子。其实根本大家选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拍子的问题。今天有一些都是拍子上面的一些的没有那么的稳定。好，这是比较，我觉得可以更多的进步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廖叔勾芡，你常常去反复的唱它，心里的拍子要对定住哈。那今天，因为在比赛，我想在唱的时候，你心情也是应该是很激动、很感动，对不对？hold住，对，对，真的不容易。俺迪最后面的时候，俺唐豆就是你的唱歌跟和弦不太一样，对哈，我就发现可能你，然后一直到我整个音乐听完，我知道你最后应该是抢快了，知道吗？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相信会一次比一次更好。那也继续来创作，很棒，加油！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来给分数，来分就给分数。谢谢老师。哇，陆伟老师还本顿24分呢，哇，有被你感动到哎。是，哇，好，恭喜你啊，谢谢。好，加油啊！好，回座休息，安子 C。
哎呦，这传统组嘅积分赛第礼拜啦哈，嘿，大家好好看，还有6礼拜可以看。对，哇，今日你现场咩吼，安尼传统组嘅时间来按到朋友啊吼，哇，国际化了啊，现场一到朋友哦，唐讲来自美国的系嘛？哦，系咩？是吗 ？Hello。有去过美国啦哈，去过美国。有日本的哈。去过日本。的哦。真的吗？日本来啊？嘛去过日本。哎呀，隔壁边有安尼印尼来的朋友，就话节目我放到印尼去呢。阿巴嘎巴，阿布金的巴拉布。我们这个客家那传统的歌哦，他们就当好糖啊。哎呀，所以转上错不样叫来糖啊。糖啊，所以来糖人唱歌呢。好好唱啊，好好唱啊，好好表演哦。拜托，给我们面子。好，按照进行今日比赛之前介绍评审几张。李秋华先生，恰克嘅先生，潘秀峰先生，林正英先生，有唱的秋华先生。好来，今日看到安尼现场来到安尼按到嘅那个印尼嘅朋友哈，表示安尼闹热大擂台节目在外国也是亲属的分享啊，真紧所以今日大家好好表现咯。今日主题呢就係金曲頒獎啦，天數，嘅表示講埋今日參賽者，同你有搶到一位千個嘅歌手來那個天數，天數嘅安尼位參賽者吼，安尼也冇念到今日嘅評分標準，不過而那唱到碟班啊那個，你要讓向到參賽者。因為念到安尼今日評分嘅標準，所以呢今日呢6位來天數嘅。強壯嘅好好表現咯！加油！好，謝謝。一對希望係好朋友啊，希望係神對手哈，不是豬隊友哦。要真的幫忙，不要幫倒忙哈。好啦，有請第一組嘅咪。楊博玉、劉黃博俊帶嚟鬧唔講。大家好，我係楊博玉，今位係對唱哦，我邀請到同班嘅同學黃博俊大哥。雖然2、3日就當10萬年，不過還係冇講非常熟啦。希望觀眾朋友大家會喜歡哦。什麼
来动啊动是就是那哎哟。有汤刀，汤刀该汉中就是那哎哟。该汉中来用啊用班就是叫风爱汤。鸡呀鸡呀鸡鸡就是那哎哟。是呀是呀是是就是那哎哟。开心是那哎哟，伤啊伤了心，就开呀开了心。金丝菜就鸳鸯怎么？鸳鸯怎送？就买好条情哦，脑头就三更了。哎，用力好，用力好，哎。哦，安尼就有感受到了。第一摆看到朋友是李思总吼，撒娇的样子。哦，对啊。其他人无撒娇啦哈。刚刚哎呀，老咧撒娇像老妖精样的。老妖精啊，老公我希望撒娇嘛。我讲遐忙签到。哦，忙签到。忙友嘿，忙友嘿。也系好朋友啲呐。也好朋友。好朋友，今日有好朋友来吼，唱歌甲当孙子啊。师傅啦。也师傅啊。唱啦，唱歌的师傅啦。唱伊讲唔唱歌的哦。对哦，唔对哦。啊，请来个天数呢？系啊，唱用歌唱版的啦。唱伊的歌唱版的啦哈。较自称。啊，你较值钱，安尼系嘛？系咩啊意思？学姐、学弟啊，学弟啊，所以佢咪。伊迄无担嘛，你冇千杯唱哦。千杯唱啊！冇担啊！忙出来歌嘛，哈。T拜。啊，你看 T拜来比，你看。佢唱安尼嘅舞台上表演歌送800啊！係啊，唔可以強神嘅。燜燒的啦。迄兩啥子唔會啦，蛋啥都會，蛋啥都會擦的啊。該播名一下來好嘛？你吃到喊佢喊伊回來，好喊伊回來，我陪伊來啦。對，唔，我播名請記咗佢，請記係。唐公爺太太，嚇美若天仙係嘛？聽說很漂亮，對不對？披薩講嘅啦，披薩講呀，係啦，按自己吃到樣辦。做得，差唔多啦，差唔多，人太太咁要來，要來嘛，要來。太太呢就，唐公頭髮要選。翕相嘅用啊喏，翕相嘅哦，俾人太太啊，哎呦，很翕相哈，中國小姐用嘅咧，係，哦，頭髮係模特係嘛，還蠻白色啦。還蠻巴適嘛，係呢，哦，安尼係好上啦，算總演員，對啊，都65到80歲算總演員，係嘛，哦，所以關於都係唱人太太向我來比啊。阿叔會唱歌嘅冇？佢好多年。哦，好多年啊，哦，好多年。好啦，兩位今日表現到非常嘅刺眼，好，嚟聽一下先生嘅講評啊。唱下先生，按兩三今日嘅表情也真好吼，毋過我迄感覺可能速度又多少夾一點啊，喊慢條嘅吼，能叫老先生講速度喊慢條嘅，較好表現。速度對夾嚟講，因為個故事當多，因為起夾一起夾哦，唔係入聲，哦，冇是講潤模做到吼。唱了個阿哥來去衰是哪喲喲，不了做冇睇咧，硬潤。阿哥來去衰是哪喲？啊，最尾叫得奴家手上啊，叫得手奴家，你叫得了去上多少力音做出來，哦，你轉你彈下，哦，個播放帶吼。啊，那其實蔬菜是本日建議啦，吼，下回係有比賽了出歌曲嘅時，我是本日講，你看你係咩？你嘅氣係咪講解一點點嘅？對你嚟講，好好表現。每天咧講，你講到你是幫人嘅啦，哦，所以本日建議係要速度小可慢啲。係有獻唱嘅樂曲先生往日配合，我是希望速度能夠係慢一點嘅，按好好表現。好，繼續，感謝。好，這個看兩位嘅分數咯，嗬。嚟看楊寶玉嘅分數。
就是米粉。粉丝以后啊，安尼迄神队友啊，有天数到，有天数到，嘿，什么牛？好嘞，撒下了呀煮。今天送到咱越南带来18馍。我用的馍咧，睇看啊。妹妹來跳上插啊，我哋啊來鼓。我是用啥迄同學啊？同學。啊，也迄連沙啊。哦。嘿。哦，連沙呀。哦。迄同學有迄連沙。嘿。哎呦。你健鋪下，也健鋪。暗鋪條迄連沙。大家好，我係林憲松，禮拜同歡喜，能夠就積分數第一場，能夠邀請到我站苗咱小弟老師，佢來帶動我幫忙我來從了條過18幕，我兩沙練到情緒會做得，希望咧可以兩為創造挺好嘅成績，大家加油！用力好，真的哦，哎呦，根本嘢呢，他家有盘落向阿比哦，哇，这个边都个动吃盐啊，前来一盘哦，永远能当叫无看到嘅好朋友嚟，係咪？又來過嘛哈，之前啊，今年嘅話感覺唔係比賽就衝起來較輕鬆啊，你哦，冇壓力。冇壓力。跳擺比賽會有壓力哦。跳擺係，跳擺上級些上，基本上動開上。動量啊！啊，有我前面都見咯。
是上拜魔王林立老师，林立林老师呢介绍。哦，介绍。之前刚有说是。魔术师。魔术师。没人介绍。不然介绍一下。全都高数了呢。精英通房呀。哇，今日同好，咱寻到暗好的朋友来同共啊合作，创作同强松同资源。哎呀，来唐亚先生的公平来来。请先生。好，林太哥来呢，咱们来收集两位带来18幕哈。其实看也就一出场的时间，就在讲当上通啦，也就为通作方面啦，就在讲当发拍，哈。當然最重要就係歌詞，一提到頭上桂花香，我嘅念太歌喺度唱頭毛烏爺爺。阿姐頭毛烏爺爺咯。第一點吼，係唔係講兩個演唱當跳啊？你嘛，唱到當跳，演唱咗有多少音格？我多少位撇住最是嚟做演唱，連咱們原來小蜘蛛多少聽你去唱，我都跟你講，哎呀，連睇過落去，要咩聽你去唱，但是沒當明顯，你幾堂起來，堂到一起演出，還有最密見面的時間。兩三默契就很母親哦，也可能平常較少練吼，帶在伊再慢慢的來練，我相信呢，一天會練來成功啊！加油，加油！好嚟看一下人嘅分數嚟。林先生嘅分數。94呢？也係果子咧，無唔記得咧吧？分數一天行一個。係啊，93攏會有咧。大送。冇唔錯嘅啦。係啊，但是也好朋友真係幫助同多。係啊，對，真的很棒。因為只關於張有限，再過來比啦，再過來教下嚟。分享我嚇。啊，這些多謝兩位，這些這邊當錯，好，好嚟，殺下嚟。黃顯發、劉仲少峰帶來送劍彩。好啦，大家就彈過啦嚇。大家好，今日嚟唱對唱嘅歌曲，我要請到我歌唱班嘅同學鍾少峰小姐來到我對唱送劍彩。鍾小姐今日前會唱，我平常時也有合作過，相信今日一定冇問題，一定會拿到高分。大家讓我加油，希望大家。
不伤不断，不言不变，不讲不困，留是给阿留转啊，真是给阿留留，小法怎么我的阿奶姑娘？上来转喽，接接过来咯，还向夫妻牵过来哦。神农的菜呀煮，十松的十马包，不太不细不长不短不言不变不讲不困，爱是啊哟哟，丢法真。请掉出嚟送啊你！什麼經愛嘅步啊比，度啊送親啊！你呀我是呀，哎呀來奉養子啊！甚至漸漸就是個阿錯講。真係好難，開放花要香今年嗰個黨課嘅表現，T 數多呀 T 三組，目前來講，他嘅表現都非常嘅好啊。強哦。係啊。嚇？千變色啦。千變啊！用班錢都要俾鼓娘嘅啊。啊，唔可以衝啊！你係咪？哦，唔記聲。唔知個介紹啊。我是用啥係同學啊？同學。啊，也係練沙啦。哦。係。練沙呀。哦。係同學要係練沙。係。哎呦！你敢鋪還要敢鋪？按布條嘅練沙啦。真重嘅練沙。真爽嘅練沙。哦，踩嘢呢，不卡踩嘢呢。2公里也有啊，2公里也算近啦，近啦，練沙啦，練沙，練習下防騙啦。難怪高中都是會來啊。哦，時間多就會來。make it 暗號啊，你係咪？暗一暗會衝。那要咯，我做來啲學習啦。唐講唔係避水學避嘅一叫咧。那要唐講，那邊唐來嘅，我播字下，爆料呢，語言爆料呢，語言爆料。係啊，唐講真厲害呢。厲害啊！做假咁衝啦。係啊，生動量啊！我今日唐多嘅神秘吼，帶來嘅好朋友全部是同會衝。哦，啊，這實在不變咗人家就沉水朋友哦，啊，現場衝起來又變強爽偏刺眼嘅，是磨壓力樣啊，當好嘅，啊，當好當真。嚟睇下現場嘅公平嚟。秋芬先生，確實嚇，就像你家主持人講嘅嚇，今日呢一對嚇，竟然衝來非常嘅好。
正经迄水准日上的表演啦哈，因为新华先生，因为讲两首歌曲吼，宋金才吼，谁来唱出来他词歌地位，谁莫会唱出来拉hiệu，安尼唱起来吼，两首歌曲弹起来就会当等一所以下。家己有词歌，有哦，古时候你按尼两三呢，就默契当吼，唱起来弹起来吼，两首的各位经典歌曲，你客家个经典歌曲，之前唱来表现得当吼，做嚟讲迄可圈可点啊，迄认真来讲啊吼，我敢讲如乜嘅缺点，就讲小可有一啲啲嘅走跑就强拍，唔过介吼瑕不掩瑜，吼表现得当好吼，要不然你哋节目精彩讲安尼，好加油！再看一下，伊哋两边嘅分数，看一个嘅好唔好？来，蒙起码分数。哇！哎呦！63分，幸运欣赏。来，恭喜两位啊！哈，哎，恭喜两位，谢谢。芒是雷哥哈，哎，芒是。拜托，拜托，哎，可以，有限，可以啊，谢谢。人叫6人，人6人。好，定咯，等你哦，哈，好嘞，撒下来。马上面，然后林杰雄带来猜谜歌。哦，来。礼拜绕墙道接香歌强下来对唱，虽然我哋连唱的时间冇当到，不过佢係一個當有實力的歌手，相信有佢的價值，我哋要做得表現到當好，加油！講乜嘢？要做兩個幫佢團，喺團度而家幫佢做舞娘，好冇？好啊，肯定嚟啊！好啊。一個演員猜半天，樣子演又演，樣子演演沒面線。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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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兒呦呦，哎呦呦，你講猜對麼？對對對，本意猜對理由。該學假本愛有猜對。還有冇？過來啊，過來啊！肯定嚟啊！好啊！對面嘅阿哥在了悶悶兒哦，馬街演演樹上吊，馬街演演水中電腦那悠悠的悠。阿妹悶愛金秋來採，甘子遠遠樹上跳，火焰演又演，火焰演演水中演，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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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兒呦呦，哎呦呦，你講猜對麼？對對對，本意猜對理由。該學假本愛有猜對。要團到咯，要幫做伴娘，對冇？愛冇愛，還有咧。還有啊。對面嘅阿哥在了悶悶兒哦，馬街無腳為上天，馬街無腳為老天的那悠悠的悠。阿妹悶愛金秋來採，火焰無腳為上天，陽春無腳落，陽春無腳為老天。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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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兒呦呦，哎呦呦，你講猜對麼？對對對，本意猜對理由。該學假本愛有猜對理由，猜對來由。
两位好，两位知心，两位知心好，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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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前面先来哈。哇，你哦，今日林先生安尼吼，做到暗调皮安尼吼，内心吼朴实，外表穿花一点。哦，不是内心花，反差。内心太朴实。哇，那我怎么办？我内心跟外表都一样的花俏。一致，是，一致。还你要请教一下啦。呀，今日有准备乜嘅？我不团哎呀，唔加创嘅歌嘅彩米歌嘛，其實要做講團量嘅歌。團量誒，要做六老本團好冇？哦，來。經驗來了，成語4個字。成語哈。2個男人坐在一個大石頭上面，要不會難哦。兩個男人坐在一個石頭上面，猜一個4個字成語。他一定是2個男人，一定都會一石2鳥。哎，對。哦，一個石頭哦。那跟我們在深受消化了。對，其實他的猜謎都跟鳥有關係哈。不一定鳥啊，雞也可以。我相信接下來要講評的這一位對這個也有研究。哦，對，哦，佢之前送來東島啊，佢下東島歌詞。今日兩啥嘅默契啊，哈，默契哈，會非常好啊，嗰個麥小子哈，麥啊，也動活潑俏皮，啊，然後劇強哥哈，也非常嘅合作，真的默契也非常好，啊，希望大家加油。好，謝謝。看6面粉書咯。看馬上面粉書。路家做生意哦。道具哈，做到按獎啊，就變到後尾門看到啊，真材實料。這對不對？那位阿嫂，那位阿姑，阿姑咧，應該呀。啊，細隻阿姑咯。姑阿嫂誒。哦，阿嫂較會說啦，係。喂。馬上面粉書。是猫先生，先生文韓高分哦，這個神隊友啊，厲害哦，很好，恭喜兩位，好，謝謝，哎呀，多謝哈，好，謝謝兩位，謝謝，這邊讓我坐，好嘞，撒下來滿意呢？以前老陳建基帶嚟大會堂，哦，請到陳建基哦，你說呀？我老陳建基到鬧熱大擂台，還有天才熱，就有對唱歌。故所呢，我哋make it當好，對今年嘅對唱嚟講，也當有信心，希望做得拿到很好嘅成就。有聽講今年沒有平做太戲哦，清楚我當到人又當鬧熱咯，我呀就唱我嘅友情歌落去做下生意啊嚟啦。阿基哥，你準備好嗎？好嘞，我來嘞。
水表啊，装过来爱死啊，电子啊，石头娘娘出来冲，电啊电来动啊动，开始啊通花，十指渐渐弹那琵琶，爱呀来真嘿爱呐，来唱个牡丹竹子，剪啊剪发。是得来前面讲来，爱后事啊免讲。打扮将将，三妹也爱家郎，伊过来北国了，美国莲花桥，三国来采花枝呐，四国探花郎，五国买情歌，六国娘子好啊，七国嘅上牙齿，谈谈嘅上牙齿，八国水上漂啊那哎呀。心啊做来拄那得爱小事啊难吧，半个芥菜压起来斧头下，两啊跳来剑马带，打死那脚臂那，讲得第三妹输来命啦，爱输来命专业嘞！哦，哎呀哇专哇哇！谢谢我们的这个母子党啊，母子党，有阿梅啊，专业的嘛，叫专业的，哦，专业一来的。一休生的啦，嘿一创一休生的啦，真系当屁汉的，伊咧好多年来做创客家歌啊，创到暗吼。哦，还穿传统的呢，真的，哦，创有经历的啦沿，途冠军，就觉得厉害的。是吗？对啊，两位冠军歌手用来搭强啊，强对强就会蹦出这种火花哦。送一几几个天数来了给天数，哎呀，几一万亿，哦，系啊系啊，富强啦，富强富强天数，对对，恁演做安尼啊，嘿啊他个富强帮忙，富强天数啊，对不对？一定安尼嘛。哦，啊，两位又安袂创，要客又安好，要创到诶，通讲个道具哈，做到按奖啊，就变到后尾门看到啊，嘿呀，跟做嘛做诶，个，慢点做诶，爱做诶，唔难强哦，唔也有冇有限慢慢的荡悠，慢慢的游起来。哦，我哋係啊，做嘛？廣告嚟啊？我嚟天數嘛？哎呀，一寸很重那你冇辦法。真的啦，你唔冲很四块，一重哦，真材实料。这对不对？开灯爱开来嘿，嘿哟着胆干呐，好啊！哦，有買乜嘅條架？嚟開下。嚇，買乜嘅？哦，胭脂水粉。哦，買我嘅火咧嗬。係喲。誒。有冇人做咧？唔熱咧啊你。東涌線嚇。四萬元。
啊有办法去甲动呀动，哎做到按。还有油漆咯。系啊。哎呦，还有油漆咯。那花1个月的时间哦，做呀。1礼拜吧。做慢慢的做。慢慢的做啦，嘿。哦。伊时咧，因伊做伊时咧。哦。你最近迄无投入的，迄没？有人啊，有去。做好噶，这拄多投入有来的。哎呦。用完好了。系啊，拄好给空档。做好本不用钱，多少？系啊，咱就开钱。开钱。开钱。做头上的啊，变钱用的啊。系啊，吼。每日头上拿得做得变的啊。哦。系啊。扬州的。嘿。安尼下礼拜2位创台啊，谈一下欣赏讲评。请欣赏。好来。也就讲今尾伊两3人创。有用心去哈，去也个工具游戏用心去做，哦，也个道具哈。再过来呢，2、3年呢对法各方面也有用心去想，也个台词来讲，通作也就唔是讲你讲情感，至于嗰一方面呢，可能什麼鹽哈，用到丹田里來，你咧我就感覺也個鹽唔敢去創意，你話加油哈！好，安尼默契好，看到好多嘅分數，一個嚟看一下。嚟看5億之內分數。很送一組空用的分數誒。媽熟米空用，就是5分誒。今天沒有當豬隊友。沒有，榜有你在，絕對不會有豬隊友。對，你在我心目中是神一樣誒，對不對？啊，神經。講鬼嘛？開玩笑，開玩笑。好啦，好，什麼亮啥？多謝2位啦哈，回做休息，撒下來咪。總會引導吳橋蘭帶來鼓手款待。大家好，我係莊美人。從開始比賽到了啊，曲蘭創條人來加油。我禮拜六去對唱，2、3練習前倒擺。希望禮拜有機會幫忙，我兩次嘅結婚賽有真好嘅表現。
子莫慌张，我是姑娘啊，17、18，姑娘为家人爱的哟，17、18，姑娘为家人爱的哟哟的哟。哦，哎呦，鼓手，你看那位阿嫂，那位阿姑，阿姑的来，英国呀，啊，谁在阿姑哦？姑阿嫂的哦，啊，阿嫂较袂说啦。喂，阿嫂可会说，阿嫂是国宝，一咩选木3姊妹啊？系嘛？系嘛？唔咩啊？唔咩啊？我唔咩啊？咁奇怪呢，有冇錢到人幸福3姊妹來揀天數呢？嚇，唔通想講？你一隻好朋友吼，伊上班有講係那些業力強，其所以人係創個鼓手肯定啦。哦，所以有冇錢人3姊妹來安尼啦？好朋友啦，叫我溝通辦的啦。所以有乜嘅事情，大家是互相幫忙嘅啊。來，唐先公平來。係，聽先生。今日咧吼，你看梅艳、曲蘭吼，全部都會發呢。嗰首今日叫做愛講吼，嘿，真嘅。非常愛講，不過今日係唔係太過緊張吼？面前最安尼比賽過人就係緊張吼。所以啊，睇日記嘅時間，每人你啊睇日記吼，少檢練咧，大概就唱唔錯嘅，吼。按緊張啊吼，都好背啊吼。你講啥了無格數嘅吼，當然唱到咧個檢驗幾工咧，大概吼，小可了有降到落去就唱語說短上咧，大概就安尼小可出唱啊，人講嘅含糊過去吼，就從來無按好彈安尼。你係今比人表現來講吼，係算係一睇缺點啊樣件，吼，希望繼續加油哦。安尼，明白呢。我看分數樣啲個問題啊，做看分數啦，好了，來，怎麼贏的分數？啊，剛好及格，係啊，好，恭喜啦啊！好，什麼兩位鼓手哈，在邊當我坐，子C。还有好唱歌的朋友哦，希望大家積極來報名哦。還有報名專線0966676660，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好，等一下大家來報名哦。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還沒有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謝謝。什麼唱吹仔？謝謝各位。什麼小跳？謝謝老師們，謝謝。好，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大家也非常的辛苦啊。希望下禮拜大家慢慢記得咯，一聽到暑假呢，鬧熱大擂台，鬧熱用下來，拜拜。